隻搞乜鬼？阿隻搞乜鬼？究竟佢暗地裏諗緊咩鬼計？佢孤零零一個，閣樓有古怪。粒聲冇出過，同佢講拜拜。阿隻搞乜鬼？阿隻搞乜鬼？聖誕佳節的記憶揮不走，沒法解釋或拋諸腦後，實在有太多嘢掌握唔到，有新發現最後乜都冇，雪花滿天飛是真是假，輕易逃出我嘅手指啦，盡了力也未可矯正，白費力氣未夠耐性，怕一轉眼忘記他，說時遲又那時快，乜嘢意思？乜嘢意思？10歲擺置一排排，白絲都係不得其解，啲公仔玩具樣樣好，但睇完都解釋唔到。簡單玩意，小心意，卻未得知背後意義，腦筋傷透沒法子，擘大隻眼睇真啲，乜嘢意思？乜嘢意思？乜意思？儲落古仔書度都冇位擺，啲聖誕故事我都睇過晒，部佳音歌曲詩詞都大把，個腦太悶我就嚟要爆炸，日日係咁睇都係好迷茫，諗極都唔明就快想投降，話唔定呢件事冇我想象之中咁困難，會否真相更簡單？我無謂再鑽牛角尖，遠在天邊近在眼前，一直喺眼前。簡單嘅道理懂不懂，就好似音樂喺風中見不到，卻在半空，唔使乜都看在眼前，到最後係嗰個信字。其實一講到聖誕節，唔係好複雜嘅概念。既然佢哋有咁開心，係時候送俾所有人。咪有冇人？咪住，不如由我嚟整棵聖誕樹。係時候輪到下一位，交晒俾我啦，冇問題。親自出馬做到最好，機會終於俾我等到。諗到啦，今年聖誕由我哋